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個股共反嘅專題特輯。咁今日嚟講會講多少少我哋新產品嘅資金流啦、成交情況啦，同埋一啲嘅我哋所講市場上面嘅焦點㗎。咁我哋9隻嘅個股共反產品推出成個市場都成個禮拜時間，嗰個投資氣氛啦同埋反應都非常之活躍嘅。我哋總共有18個嘅交易櫃台啦，咁包括港幣啦、美金啦，都同樣有成交有交易嘅，而平均每一日嘅成交金額方面亦都超過6000萬嘅港幣啦，亦都曾經試過單日成交咧超過1億嘅港幣㗎。咁亦都反映住啦，好多嘅投資者都會用我哋嘅工具嚟講咧，一啲美股 L&I 嘅產品嚟講咧，喺美股開盤之前咧做一啲提前性嘅交易，做一啲策略性嘅操作㗎。而我哋講翻最新嗰個成交情況咧，去到3月31號嘅話咧，我哋見到單日嘅成交方面咧都超過9200萬港紙，咁有84%啦，即係大概7700萬嘅港幣嚟講咧，都係嚟自港幣嘅交易櫃台嘅。咁講到最受歡迎嘅產品方面嚟講咧，就不得不提咧，就係 Tesla 相關產品排第一名，即係9隻產品入邊排第一名，最 turnover 最高嘅話咧就係7766，即係 Tesla 兩倍睇好嘅工具，成交方面亦都接近即係成4000萬嘅港紙啊。咁而第二位咧就係7366 Tesla 兩倍睇淡嘅產品。成交方面亦都佔咗1400萬港紙，而第三就係嘅 MicroStrategy 兩倍睇好嘅工具啦，Ticker number 就係7799，成交方面亦都接近即係1000萬嘅港紙啊。咁所以你見近幾日嘅成交金額、成交嗰個 info 嗰個情況咧，其實同前幾日咧就好唔同。前幾日市況唔好嘅時候咧，你見啲73開頭嘅資金流 turnover 咧就特別高，個表現亦都特別好嘅。咁但係你翻到嚟呢幾日咧，即係琴日嘅時間咧，你見反而啲77開頭，包括7766、7799、7788呢一類嘅產品嚟講，嗰個 turnover 係多過反向係好多。譬如話 Tesla 為例啦，7766嗰個成交金額超過3900萬，比起7366咧，其實1400萬係多咗好多嘅。咁所以反映到咧，成個市場氣氛個策略方面都有個變化喺度。尤其是咧，成個美股咧，即係跌咗幾個交易日之後咧，其實你見有資金開始做撈底嘅，甚至你話點解我哋即係香港交易時間開盤嘅時候，點解 Tesla 兩倍睇好嗰隻7766有成1成嘅回報啊？因為市場上面咧，即係美盤收市咗之後咧，即係講緊有傳 Elon Musk 即係 Tesla 嗰個 CEO 有機會喺5月底辭退佢喺政府上面嘅工作，更加 focus 佢喺 Tesla 方面入邊嘅發展啦、業務上面嘅問題啦、處理啦，咁所以令到嗰個股價嚟講其實有個明顯上升。咁呢啲嚟講啊，就係我哋成日都講靈活嘅短線部署，即係喺美股開盤之前，大家就可以趁見到呢啲消息嘅時候啦，用7766就可以搏短線升幅，一啲短線上面嘅一啲部署為主嘅。咁但係 so far 我哋見到美股咧，其實個弱勢咧未改變嘅喎。咁譬如話喺前幾日公布一啲 PCE 嘅通脹數據都差過市場預期，咁消費者信心嘅指數嚟講都明顯回落，拖低咗嗰個美股表現嘅。所以大家亦都待定一啲 number， 譬如話 Tesla 兩倍睇淡嘅工具啦 ，Ticker number 7366，萬一個市真係回調跌嘅時候咧，大家就可以用呢個嘅工具嚟講啦，對沖翻嗰個回調風險嘅。咁今日分享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